第48場香港會計師公會杯鑽石杯金杯複賽 B 組，比賽已經開始。線路一係雲理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，線路二高盛龍舟隊，3號線香港建築師學會，4號線美國運通龍舟隊。我第一啦 ！Arcade！ Arcade！ 去啊！去啊！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s. Name 4 is American Express International. 我聽到好大聲，我都唔知係邊隊。哇，好犀利喎！呢個好多3號線嘅建築師學會，好似係佢哋，應該佢哋啦，應該佢哋啊。將呢1號線嘅雲理都一齊衝線啦。稍為落後嘅咧就係高盛同埋美國運通，都相繼衝埋線。